娘，你家是哪里？小姐呀，三月八月七八节，离此一月三里里，请我放开头部的早把家做许龙仙，我家许大年18，自己上面配花衣，小无人家少里的，生娃不怕难为情。一层花衣一层金啊，层金难买层花面，我只怪哥哥不为我妹妹想，等到那时我只怕去嫁何人啊？他想的与我一模样，可记得年轻才不惜一情财。他说是在青湖坊，让我来当听州文笔。娘来，哦。姑娘啊，青湖坊是个好地方，你可知死了多少有名人？莫非他有意把我来当天，让我来难谈难在上面？小姐呀，东边这个曹上牛，西边这个齐家军，南边这个上天官，北边这个李大人。曹、西、孙、李，其实没有神仙。姑娘，还有什么神奇啊？没有了啊！没有了。他为我不讲最富的，我这一相问，乃为情。啊，小姐，你要当听的是哪一户人家？姑娘，那赵、西、孙、李的后面的。哦，你说的是后面啊。后面这个武王大师，前面这个陈算命，左边这个王维祥，右边这个冯玉生，隔壁这个陈虎郎，对面这个。我要问的是有名人家。哦，小姐是要当天的有名人家。哎呀，这有名人家倒是还有一家。哪一家？快说。对面有个好人家，家内在这最不比。对呀，家内才是最难比，他的为人你可知情？小姐是这关心我，想来飞过就是情。一飞过还飞去，那为何做到听来又当听？他师傅文章才能见人，我爱在
原来